今日專程嚟到西沙一個大型綜合發展項目，由新鴻基打造嘅 Sierra Sea 同埋高柏。雖然之前睇過唔同嘅資料，但今日親身嚟到體驗，感覺好不一樣，好 chill，可以離開鬧市，進入一個仿如度假村嘅地方，享受片刻嘅休閒。一到達高柏，我嘅心情已經唔同晒。自然環境加上整體項目嘅設計，就好似我去到主題公園玩嘅時候，眼前嘅光景已經即刻令到我嘅心情有所轉變。而家就同大家一齊入去睇下。一進入高柏就見到唔同嘅餐廳同商店，有工作在身嘅我都忍唔住要坐低欣賞下唱歌表演。園內嘅設施仲有室外攀石場、4萬尺嘅兒童遊樂區、3000尺嘅寵物公園等。高柏 Sport 嘅運動設施包括高爾夫球、網球、足球、欖球、棒球、籃球、曲棍球、滾軸溜冰、平衡車、單車同埋跑步等等。而高柏旁邊嘅大型私人住宅項目 Sierra Sea 由4座大樓組成，提供781個優質住宅單位。整體項目大部分嘅單位都可以望到寬闊嘅海景，屋苑內更加有佔地180萬方尺、超過160項遊樂設施嘅會所 Resort World。無論喺地點上、環境上、會所配套上，都打造出度假村嘅效果。想像每一日返到屋企，可以將自己從煩囂嘅鬧市中抽離，好好休息一下，係幾咁好嘅生活享受。如果大家想了解 Sierra Sea 更多，歡迎留言或者私信我。